长辈时代拢退化性关节炎的困扰，拢会食葡萄糖胺，或者是食猪脚、鸡肉这种有加元2倍的食物，想讲会当来补充到脚头有流失的钾质。这流传的观念拢是错误的哦。若是无对症来落药，也是会带来着反效果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年岁较大，关节若是疼起来，行路拢有困难。统计是讲，70岁以上老大人超过一半拢有退化性关节炎。民间和网络嘛流传足侪保健的方法，但是你敢知？阮实际去调查了，发现讲有足侪观念拢唔对哦。咱对食的物件来看。 足侪食补的疗法讲，猪皮、猪脚、鸡脚肉拢有动物性的钾质，会当补充老化流失的钾质。但是医师提醒讲，要注意高血油。 坊间都会认为说，吃什么东西可以补什么东西，这种观念，其实很多都是不正确的。何况像猪脚这东西，其实它胆固醇含量比较高。其实如果有心血管疾病人，还是要适量。 咱实际来看，这几年医学的研究，不少实验拢证实讲，葡萄糖胺对于咱身体疼无明显的改善的效果，甚至有足侪学会拢建议讲，上好是莫家己买来食，家己提醒一个保健的食品，唔是讲袂当食，但是莫想讲食落就好，也是找医生较实在。 单纯的退化性关节炎，其实不需要特别避开那高普林的食物了。关节炎做一种的，其中只有痛风所引起的关节炎，袂当食海鲜、内脏这高普林的食材。退化性关节炎是因为自然的老化所引起的，所以食食顶悬唔免伤强。那安尼平常时针对退化性关节炎要安怎保健呢？其实你会当去处理，用会当春秋的扫啊做简单的运动，透过物理的方式，让你的脚头有较勇健咧。